食完飯個肚成日脹住，成日感覺冇精神，可能係你身體入邊嘅酵素唔夠用。咁你又知唔知道酵素係啲乜嘢呢？同埋點解咁重要？酵素係身體入邊嘅一種蛋白質，負責幫助消化食物啦、分解營養，仲會修復細胞。隨住年紀嘅增長，壓力大，飲食唔均衡，身體自己製造嘅酵素咧就會慢慢減少啦。其實補充酵素係可以幫助腸道更有效咁樣分解蛋白質、脂肪同碳水化合物，減少飯後嘅脹氣、滯住、唔舒服嘅感覺。同時消化負擔減輕咗，身體就可以留翻一啲嘅能量去修復同提升免疫力。咁乜嘢人適合補充酵素呢？成日食大餐或者油膩嘢嘅人，消化功能較弱嘅長者，食完豆類或奶製品容易脹氣，同埋想改善腸道健康嘅人士。大家留意翻，酵素補充劑咧，通常建議喺餐前或隨餐服用嘅，跟包裝指示嘅劑量。第一次試嘅時候，可以由細劑量開始，觀察身體嘅反應。另外，患有嚴重胃潰瘍或者對某種原材料敏感嘅人咧，最好先諮詢醫生。酵素補充劑並唔係藥物，唔可以取代均衡嘅飲食。想消化好，最基本係食多啲新鮮嘅蔬果，慢慢咀嚼，定時定量。如果長期有嚴重消化不良，記住要去睇醫生檢查清楚啊！